哇，大家有吃到無？呀，剪頭那麼過後，規則的心情就變到特別好。我特別剪完頭那麼就會吃到個，哇，我老記得唔好嘅、好嘅、壞嘅，全部先剪脫，故所就會吃到人規則誒都非常嘅輕鬆。唔過有時節，咪會有啲會緊張，我想講，一個頭那麼，所以你真愛用現試下愛冇？其實啦，唔管係長頭那麼，也係短頭那麼，自家嘅心情歡喜，真係輕重要嘅。大家還記得冇啊？上擺日頭那麼這樣剪呢？睇，結果當人就講哇，幾三年當中都冇共樣誒。你咪有個頭那麼，真係一三年嘅門面哦。唔過同阿度剪完過後，又係講剪完過後，就會想講，佢硬愛染頭那麼冇？有啲人講染誒，又染唔好，因為假使講剪咧又剪痛得，就唔得愛用嘅實真好。唔過我知道啦，自家吃到好有自信，也真係輕重要嘅。染頭那麼其實就像生活同樣，有時就也細細嘅改變，你只得影響到自家嘅心情。像我用對方式溝通清楚，第三年就做得請到自家真適合嘅樣嘅。